最近同姊妹傾偈，我覺得40歲之後咧，有3件事咧，你越少做咧，你嘅福氣運氣咧會越多。第一件事咧就係唔好去再做一啲乜嘢嘅知心姐姐啊，乜嘢情緒海綿啊，真係唔好做，因為咧自己嘅能量係要保護好嘅。你聽太多呢啲咧複複雜雜嘅嘢咧，到最後其實真係會影響你自己嘅能量場。第二件事咧就係唔好話即係要湊熱鬧，有好多時候人哋叫你出去咧，其實真係嗌你蹬腳嘅啫。呢啲無效嘅社交咧就盡量減少，因為人啊其實真係嗰幾個啱傾嘅，傾得開心就夠噶啦。最後一個就係咧，好多人咧話俾你知佢賺錢咧好快，又賺得幾多幾多，其實呢啲咧都係所謂嘅金錢噪音。你睇人哋好啫，真正你落盤嘅時候，其實就未必噶啦。所以咧，真係自己可以賺幾多錢咧，有時係整定嘅。該你運嘅時候咧就係你嘅，唔係你嘅時候咧，你點樣強求都冇，反而咧你本金都會蝕埋。所以我覺得40歲之後真係想越來越好咧，就真係減少咗呢幾樣嘢，不妨試下。